今日參加咗 KKday Tour 嘅因他龍國家公園一日遊。因為我哋唔係住喺古城範圍嘅酒店，所以揀咗喺 Maya 商場外面等旅遊車。原來呢個商場隔離有個好似去咗日本感覺嘅地方可以打卡。第一站先去睇瀑布，位於海拔750米高，超級靚嘅天氣加上好壯觀嘅瀑布。因為好夠水，所以企喺側邊都會整濕。第二站就上咗呢座泰國最高嘅山，海拔2565米高嘅景點打卡。行咗一個圈就去另一個景點啦。第三站就去行自然步道，除咗個導遊會同我哋一齊行之外，仲有2個喺度做嘢嘅工作人員會同我哋一齊行。全程一個圈大概係3公里。開頭行上山嗰段路全部都係樹林下面，所以唔會覺得曬。上到最頂可以一覽無遺咁睇到清邁嘅景色，天氣仲有少少涼，好舒服，真係好靚啊！呢條步道因為有人管理，鋪得幾好行。落山嗰段路有唔少嘅上上落落，所以都需要一定嘅體力。第4站去咗國王皇后嘅雙塔，呢2個塔係為咗紀念國王同皇后60歲，分別喺1987年同埋1992年時建造。國王塔係啡色，皇后塔係紫色，兩邊嘅塔都種滿好多好靚嘅花，加上好好嘅天氣，真係可以瘋狂咁影相打卡。之後嘅行程就行咗個市集，食咗個午餐，參觀埋卡倫山部落同埋試飲咖啡，就結束呢一日嘅行程啦。